来看大甲妈祖了紧进香9日8暝行程17起假，今仔是第3天啊！今仔按说要行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，第一台记者即马人就伫现场，那么甲现场交互嘉禾。是主播，目前记者嘉禾呢，人就是伫咧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队伍当中。目前呢，我已经行到这嘉义新港奉天宫的附近咯。我着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9天8暝活动啦，沿路呢是为这台中大家出发要到嘉义的新港。有人讲这新港呢是伊心目中的新港，所以当看到这在这路上呢，除了有妈祖婆的保庇以外呢，在这路上有真侪善信伫甲咱斗相共。嘉禾呢，在这个嘉义新港这个所在呢，发现讲有一个点心站，有4代人伫遮分物件，咱也要来请教头家吼。来，请教头家，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吼。恁在今年啊，恁拢总有第几年来分物件，传偌济物件？哦，今年第7年。咱准备的物资拢总超过，咱的金额有超过60万的物资，欢迎大家来互妈祖报请。这就是咱这个第4代的这个阿祖，伊今年90岁啊，伊就是拢伫遮来参与今年第7年，非常欢喜啊，欢喜心，欢迎大家来新港佚佗。这人讲吼，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啦，所以在沿路上呢有侪人伫咧斗相共。这大甲妈祖呢9天8暝这活动呢，其实需要着真侪人来斗相共，无论是食的啊，还是休困的所在，拢会当体现着咱台湾厚厚的人情味。也会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呢，在今仔日大甲妈祖呢绕境进香要到嘉义新港奉天宫，明仔载就是这祝寿大典，也就是这香客所讲的这个拜祖咯。拜祖煞的当天暗时呢，大甲妈祖就出发回銮要往大甲方向去。往大甲方向的头一站呢，就是要登到西丽福建宫自驾，落尾就继续来往北咯。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啊，若准讲这几天呢，还佫大甲妈祖进香，还佫伫咧活动，想要来做一个体验的，一定要注意到你的交通安全，还佫食食的安全，因为天气呢早暗温差越大，所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。以上呢，咱就用镜头交转予咱的主播。